喺呢一個浩瀚嘅宇宙入面，究竟係咪真係得地球有智慧生命存在嘅呢？定係一直有一隻我哋睇唔見嘅手，一早已經對地球落咗一道宇宙級嘅隔離令，佢唔想俾我哋接觸到外邊真正嘅世界呢？我有呢一個想法，其實係源自上一集播出之後，網友 Jeffrey 留低咗一個好高質嘅沙盤推演。佢認為美國今次嘅披露其實係分咗兩個層次㗎。首先，佢哋係用無可抗拒嘅高科技 UFO 去確立咗敬畏，再用物質文明嘅故事將人類嘅視線徹底咁鎖死。呢一個留言其實真係啟發咗我好多，亦都直接將我帶到去今集想同大家探討嘅核心。今集我哋就由1977年嗰個震驚天文學界，僅僅維持咗72秒就被滅聲嘅傳奇宇宙信號開始講起。歡迎返嚟解密時機，我係天藍。人類對外太空嘅好奇從來都未停過㗎，但有陣時一個偶然嘅瞬間，可能就會徹底咁顛覆咗我哋對呢一個世界嘅認知㗎啦。唔信？我哋一齊返去1977年嘅8月15號深夜，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嘅戴爾朵接收儀器。當時戴爾朵佢正一如既往喺度執行緊一項天文學界普遍都認為係大海撈針嘅任務，監測來自外星嘅無線電波。而負責呢個項目嘅天文學家謝里艾曼，我估佢點都冇諗過，當晚喺佢瞓緊覺嘅時候，宇宙竟然向佢留低咗一個震撼全人類嘅記號。當時儀器捕捉到一段係嚟自人馬座方向、頻率極之唔尋常嘅強烈信號，維持咗足足72秒。第二朝 ，Jerry 佢就如常咁返到去實驗室。當佢翻開一沓沓嘅報表核對嘅時候，眼尾睄到一串極之詭異嘅代碼6EQUJ5，其中代表咗信號強度嘅 U 比正常高出足足30倍。佢當時又震驚又興奮，佢忍唔住拎起支紅筆喺嗰串號碼附近好激動、好大力咁樣寫低咗3個字 WOW， wow！ 而呢一個就係震驚全球天文學界嘅 WOW 信號事件嘅起源啦。咁點解科學界會咁重視呢一個信號嘅呢？因為佢完全符合咗科學家一直以嚟預期外星廣播會用到嘅頻道1420嘅兆赫。可能有朋友會問啦，喂，科學家佢哋見過外星人咩？佢哋又憑啲乜嘢先就人哋會用呢一個頻道呢？其實呢一個推斷都唔係靠估㗎，因為氫喺宇宙入面係最豐富嘅元素，而氫原子本身有一個好特別嘅物理性，佢會不斷咁發出一個特定嘅頻率電磁波，冇錯就係1420嘅兆赫啦。正因為咁，呢一個頻率佢順理成章咁就會成為全宇宙最小雜音、穿透力最強嘅黃金波段。科學家相信，只要係有智慧嘅外星文明，佢一定會知道呢一個係全宇宙最乾淨、最容易聽得到嘅公開頻道。換句話講，當年嗰72秒 WOW 信號，無論係頻率、強度定係規律，都完美到完全唔似係天體自然發出嚟㗎，反而更加似係有人喺宇宙嘅另一邊，特登向地球人講咗一句 Hello。不過故事嚟到近年，竟然有一個震撼成個科學界嘅新發現喎。根據 AWOW 佢呢個項目團隊嘅研究顯示，科學家透過太空考古，成功揾翻當年 WOW 嘅原始數據，再用現代嘅運算重新審視，確認呢一個信號唔單止唔係地面嘅干擾，佢哋嘅峰值強度仲比以往估計嘅強出4倍咁多添。但係呢一個信號真係由外星人發出嘅咩？咁又未必。科學界最新提出嘅理論，裏面有講到信號可能係由宇宙入面一種自然嘅天體大喇叭氫微波激射造成㗎。簡單啲講啊，就係當太空裡面嘅中性氫雲團，佢突然俾磁星呢類好強烈嘅輻射爆發射中嗰刻，突然就會喺1420兆赫嗰度激發出一個極為強烈嘅短暫信號。換句話講，連科學家依家都要重新思考啦。原來大自然自己本身就識得原理咁 cosplay 外星人嘅信號。正因為咁，如果連宇宙都可以咁原理咁扮出一個外星信號，咁點解喺呢幾十年嚟，我哋無論用幾新幾大嘅接收儀器去聽，都再聽唔到第二次嘅呢？自從喺1977年阿 Jerry 嘅呢一聲 WOW 之後，喺過去呢幾十年，頂尖嘅天文學家同埋地外文明搜查機構 SETI， 佢哋向住人馬座嘅方向反覆咁樣搜尋咗成千上萬次，結果係一次信號都收唔到㗎。成個宇宙就安靜得令人有啲心寒。無論人類係用幾大嘅接收器去聽，
都係好似一場永遠都接唔通嘅電話咁，最多就只係聽到冷冰冰嘅背景雜音。而呢一個現象就係天文學上著名嘅費米悖論嘅終極體現啦。宇宙有過千億嘅星系，無數嘅行星，按數學嘅機率嚟計，高等文明理應係成行成市先啱㗎。地球絕對唔應該係孤單嘅。但點解當人類自從聽到一聲清晰嘅信號之後，宇宙嘅音量掣就好似突然俾人啪一聲校咗去靜音模式咁呢？主流嘅科學界將呢一個現象叫做大寂靜，但係真相真係咁簡單呢？但係如果我哋將視覺推高，由高維度嘅沙盤去睇呢一個大寂靜，會唔會根本唔係咩自然現象呢？而係有一隻我哋睇唔見嘅手，一早就對三維嘅地球落咗一道宇宙級嘅隔離令。要理解呢個可能性，我哋必須暫時跳出人類嗰套物極天擇、有辱強食嘅低維度思想先。皆因喺呢個宇宙嘅宏觀藍圖入面，唔同維度嘅文明都有可能係有住完全唔同嘅生存法則㗎。人類就總係覺得用最大嘅電波望遠鏡，用無線電波向外面大叫，我哋喺度啊！呢一種就叫探索宇宙。但係喺高維嘅智慧眼裏面，會唔會我哋呢啲未跨越到物質貪婪，依然係深陷喺核毀滅危機同埋內部紛爭嘅人類，對佢哋嚟講，我哋只不過係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仲未戒除野性，隨時會搞破壞嘅黑猩猩呢？我哋又試下大膽啲去假設啦，如果高維嘅文明貿然將呢個星際通訊大門向地球打開，迎嚟嘅未必係星際嘅聯誼，分分鐘係一場由人類自己嘅貪婪同埋野性惹出嚟嘅驚天大禍，最後自食其果。我覺得喺呢個大寂靜嘅背後，可能存在住兩種極具震撼力嘅高維沙盤推演。第一係維度唔同，根本就溝通唔到。簡單啲講啦，就係用緊三維嘅耳仔去聽高維嘅頻率。人類用無線電同埋用電波望遠鏡去聽宇宙，就好似一條混喺金魚缸裏面嘅魚，想去理解咩叫做呼吸下新鮮空氣一樣。如果我哋係用緊去探索宇宙嘅嗰套工具，根本就唔屬於嗰個維度呢，咁又點可能聽到真正嘅頻率呢？換句話講，外星文明唔係唔出聲，而係佢哋嘅溝通方式根本唔係用緊我哋世界用緊嘅電磁波咯。第二種嘅可能係防護罩假說，或者我叫佢做宇宙級嘅動物園。高維文明佢根本唔係唔存在，而係刻意將地球標記為一個受保護嘅低維隔離區。嗰個喺1977年偶然流出嚟嘅持續咗72秒嘅 WOW 信號，可能只係系統管理員佢瞌眼瞓唔小心撳錯掣流咗出嚟嘅廣播嚟嘅啫。當佢哋發現呢一個信號竟然俾地球人捕捉咗之後，就即刻將防火牆重新加固，將宇宙嘅音量再次徹底靜音。所以當外面嘅宇宙選擇對我哋保持大寂靜，會唔會正正係高維嘅力量另一種形式嘅管教同埋保護呢？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覺得奇怪，既然宇宙咁安靜，高維文明又有咁強大嘅隔離令，咁人類喺呢幾十年日日夜夜咁好努力去探索宇宙，揾地外嘅生命，究竟仲有冇意義嘅呢？我認為答案一直都好簡單嘅啫，只係我哋一直習慣向外邊睇，而忽略咗最重要嘅地方。古往今來，所有真正擁有大智慧嘅偉人，去到人類認知嘅最頂尖嘅時候，往往都會指向同一個方向㗎。真正嘅答案從來都唔喺外太空，而係喺我哋自己內心嘅深處。唔好以為呢啲係玄學啊！你睇下量子力學之父馬克思普朗克，佢研究咗一世物理，最後竟然係講出一句震撼科學界嘅説話。佢話：我認為意識係萬物嘅根本，物質只係意識嘅衍生。或者再諗下偉大嘅天才愛因斯坦，佢去到晚年都好強調嘅，人類嘅科學無論點樣向外探索都好啦，最終都必須回歸到心靈同埋宇宙意識嘅連結。另外仲有近代量子物理學家大衛波姆，佢提出嘅穩秩序理論，佢直頭就認為外在嘅物質世界同埋內在嘅心靈根本就係同一個整體嘅唔同投射嚟嘅啫。呢一班企喺人類智慧最頂端嘅超級巨人，早就用科學同埋哲學話俾我哋知，外太空只係一面鏡，你喺出面盲目咁樣揾，永遠都唔會揾到真正嘅答案，因為答案一直都係藏喺你嘅意識入邊。
咁點解外星文明唔肯同三維嘅人類公開接觸呢？會唔會係一個連自己內心嘅貪婪、恐懼同埋內部紛爭都未解決到嘅文明，就算俾我哋掌握到星際航行嘅科技，去到邊我哋都只會將戰爭同埋掠奪帶到嗰度呢？但諗深一層，宇宙嘅大寂靜本質上又未必係一場懲罰嚟嘅，可能係一場慈悲嘅保護呢。佢哋用絕對嘅安靜，迫使人類停止向外邊盲目咁樣掠奪，轉個頭嚟向翻內裏審視翻自己嘅意識同埋靈性。當代嘅量子力學同埋意識研究，其實已經慢慢咁開緊呢一道門㗎啦。越嚟越多前沿嘅科學發現，物質世界背後嘅底層邏輯，其實就係意識咯。利用咩維度去觀察世界，世界就會向你呈現咩維度嘅樣貌。所以，與其成日去追問點解啲外星人揾我哋啊，倒不如反問下自己，我哋嘅意識幾時先至可以真正跨越到物質嘅枷鎖，去到更高嘅維度？當我哋嘅心靈頻率同埋呢個宇宙嘅真理接軌嘅時候，我哋可能就會發現，原來所謂嘅大寂靜，只不過係宇宙留俾人類最大嘅溫柔。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幫手俾個 like、訂閱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啊！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一集嘅深度解密噶啦。如果你對呢一個宇宙級嘅隔離令，或者對1977年嘅 WOW 信號有任何獨特嘅見解，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我每一條留言都會親自睇噶。保持好奇，保持清醒。我係天藍，我哋下一集解密時機再見。